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现在开庭，传被告人徐庆贤到庭。徐勤先被押到被告席就座，態度不卑不亢。由公訴人宣讀起訴書。公訴人之後宣讀起訴書，指徐勤先喺1989年5月18號拒絕中央軍委調動38軍進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嘅命令。呢段珍貴錄影由6·4事件見證者吳仁華喺社交平台公開，見證咗徐勤先喺1990年3月17號被法庭審判嘅情況。片段同時揭露徐勤先當年抗命嘅核心原因。軍區領導當時要求佢調動過萬軍人同埋其他重型武器，5月20號進入北京戒嚴。我說這是個群眾性的政治事件，主要的應當用這個政治辦法來解決。如果要動用武力，我說這個衛戍部隊、公安、武警這就夠了。如果要非用野戰軍，我說我建議把這個野戰軍呢調到北京近郊，保持威懾。佢話以前嘅作戰任務，無論係前線打仗或者搶險救災，陣線都比較分明。今次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，反而係軍民混雜。我說這樣的任務攜帶着武器裝備，我說好人壞人混在一起，軍隊老百姓混在一起。我這是怎麼執行？打誰？徐勤先之後再話，咁大件事應該慎重研究，建議由中央政治局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共同討論處理方案。全國人大常委會亦都可以參與討論，並且將呢個安排形容係科學民主決策。但係審判長以解放軍係黨絕對領導為理由反駁。法庭記錄最後亦都判定徐勤先思想嚴重不通，拒不執行命令。1989年5月18號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結束訪華，但係國際焦點完全俾天安門廣場嘅學生運動取代。同日下晝，國務院總理李鵬喺人民大會堂會見王丹、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，但係雙方針鋒相對，會面不歡而散。廣場形勢之後急轉直下，當日距離北京宣布戒嚴只係剩返48個鐘，亦都係解放軍開入天安門廣場鎮壓之前倒數第17日。6·4事件已經過咗36年啦。如果要用一句話代表徐勤先當時嘅諗法，可能係呢一句。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就是我個人不執行命令的問題。